来继续来看立委徐卡心翁仔某，3年前开1800万，伫个金华城附近买一间中古厝，讲途经了后，这个厝可能会起到6000万。有人质疑徐卡心可能是有内线的消息，才会当精准来投资。徐卡心是再一次来强调讲，妈妈一个人住，就住伫个边仔，买这个厝是为着方便照顾妈妈。另外，这间中古厝已经54年。 竟然会当贷款2届，贷款的金额高达1627万。民进党的议员嘛质疑超贷，徐卡心讲一切拢合法。大家看看我身手还很好啊，爬个3楼没什么啊。 受访问到一半，讲家己也前后爬楼梯，就以徐卡心要来背会，家己买金华城边的中古厝，敢是有高进指点，会投资眼光是真精准。因为民进党议员预估，伊房价会超1800万，途经了后可能大起到6000万。我的购买价大概是1800万。好，那如果大家想要听信他的谣言，他说那一间6000万啊，我不要，我少赚你们2000好不好？ 卖4000就好，要的话我们明天立即交屋。不论敢是投资撇步，徐卡心当初贷款买一间起54年的中古厝，在伫个台北市道地所在，都扣一个有代书资格真台中市议员张耀中这期买1788万，第一摆贷1430万，第二摆阁贷197万，甲大家中心绝对是一个超贷案，因为伊即马各银行对厝龄54年的新贷案处理方式。 见不占达，红认定是0，真侪银行会直接寄出，就算接收贷款的额度，嘛未超过50%。 绝对没有超贷，有问题去向银行检举，好不好？就算强调合法合规，不过港党议员张小平将这幕要了，徐卡心几年前就去到办公室，问伊敢有熟识富邦，和翁婿结婚要买厝，请张小平介绍一下，所以张小平就甲伊斗3工，甲富邦的经理找来小介给徐卡心。那个地方经理，因为徐小新来找我，也不晓得找谁贷，我说我就找富邦嘛，富邦比较熟嘛。那细节贷多少钱，这个我不晓得，这细节他们自己去。 夫妻自己去操作，我就介绍到我的609研究室。当时对一些要怎么样贷款不是很了解，咨询他的意见。徐卡心看联邦的风波，伊的投资甲利息敢有坎坷，或者是超额贷款的情形。面对这质疑，嘛是由本人亲身提证据来说明。 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